OK，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係買大疆嘅 Pocket 4P 好啊，定係買360嘅 Luna 好？咁首先我釐清一下先，我兩台機都冇嘅。咁我先講咗個結果先啦，就係兩台都唔好買。咁網上邊又吹到兩台機有幾好，有幾勁，有幾好，有幾勁咁樣。咁對於我嚟講咧，呢種機型佢嘅使用場景咧，其實就係俾啲自媒體拍下 Vlog 啊咁樣用嘅啫。咁最多咧就有啲大型嘅採訪媒體公司，佢哋為咗方便而使用頻率比較高嘅啫。咁其實對於一般人嚟講，係咪真係需要用呢一種相機呢？我個人覺得係唔需要嘅。咁如果你話一個人如果要普通正常記錄下自己咁樣，咁一個最好嘅 cam 呢，就係你部手機啦。畢竟你要計翻自己嘅狀況嚟衡量你究竟使用呢部機佢嘅使用頻率高唔高。即係除非好似我哋呢啲職業嘅話，可能使用率會高少少。咁但係我自己衡量翻嘅話，我最主要我都係用微單嘅。咁呢啲機其實最多係俾我一個補鏡頭嘅作用，俾我方便啲咁樣嘅啫。其實作用嘅話，對於我嚟講就唔係太大嘅。因為喺我嘅睇法嚟講呢， Pocket 呢啲機呢，其實基本上同運動相機啊、Nano 啊、GoPro 啊嗰啲其實一樣。即係如果你唔係成日出去拍嘢啊咁樣，基本上你開頭買翻嚟嘅時候興致係好勃勃嘅，出去影下嘢啊咁樣。基本上你後邊嘅話呢，就都係食灰噶啦。即係好似我有啲朋友咁樣，咁佢有幾台機啦，又點啫？咁佢平時都係攞手機拍嘅啫嘛，發朋友圈啊嗰啲咁樣。佢嘅使用率高唔高我唔知啦。咁喺我所見到嘅情況呢，就係使用率唔高嘅。咁所以呢，係冇錯，講緊你唔使忙，係你。所以其實一個普通自己記錄生活或者拍 Vlog 嘅話呢，基本上最好嘅設備就係呢台手機。因為你仲要諗喎，你拍完之後你仲要剪嘅喎，你唔好淨係計哇拍有幾方便，啲參數有幾勁。咁但係你仲要忘記你仲要剪嗰一 part 呢。有好多人拍完啦，係拍完一堆素材啊，咁但係當你剪嘅時候又冇心機剪啊，咁樣啲素材掉喺度，咁其實都係冇 Q 用嘅。即係好似我咁樣，雖然我經常自己拍片，但係我部 Action 2其實長時間都有食灰嘅咋。咁所以就根據自己嘅情況，慎重咁去思考，考慮完一大輪之後，先再決定買唔買。因為同埋 Pocket 咧，依家特別你去旅遊咧，好似我隔離附近嘅旅遊區，佢係有啲地方可以俾你租 Pocket 嘅。即係如果你係純粹為咗旅遊而買嘅話，我覺得就太浪費咯。同埋依家網上邊其實係可以租嘅，只不過係你攞機同還機嘅時候會煩啲咁樣啫，即係要寄翻過去，你又要收貨咁樣。咁其實租一台呢啲機都係10零20蚊一日嘅啫嘛，好似係。咁你諗下10零20蚊一日，你要用幾耐你先可以用到3000幾蚊？咁同埋呢啲機你等得越耐，咁佢就越嚟越貶值嘅喎。好，今日分享就到呢度，單吹水 ，peace。